主食是肚子啊，我猜这是怀孕，怀孕有可能怀孕啊。是这样很方便，你们都看不懂，我给你天啊抽一下我真的不。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知道他写什么，大腹便便。大腹便便，你怎么会这么难的字啊？哎，欢迎3位来到我们汉尼班赏收的节目啦。那我们今天主题很特别，是跟屎，就是我们的屎有关系。就是在华语我们可能会说狗屎粪便，那其实它在客语当中也很常出现，但它不一定是那个屎的意思。游戲規則，答題節目組會本題下可以同下格斯，韓國本裏邊同佢那嘅用法同意思，因此題絕第一款，順來問你係基本啲嘅客語係輕鬆咯。那我們就先來第一題猜猜看哦。好，第一題，肚屎。多那这个是要猜什么？它是形容词还是？它是一个名词。那就是名词它就是长这样啊，就肚子里的大便啊。大肠里面的东西啊。好，我可能要解释一下我写的东西啊。拉肚子，拉肚子，很像餐厅哎，拉肚子拉肚子，很优雅，对不对？很优雅，很优雅。名副其实，肚子里面的大便。文学素养，肚屎是烦恼。你想太多了。烦恼，答案都不接近。看到提示物就知道有多远。游泳圈，游泳圈，所以人的游泳圈也可以说肚子。哎，有可能哦。我猜的是小腹，因为它肚子很多大便，所以有像游泳圈的感觉。这一题有点靠近答案，但是真正的意思其实就是指肚肚子就是肚子，就这样。没错。好，我们为什么会有屎？就是我们来念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它为什么会叫肚屎了。我们4线腔的话叫做肚四。肚子。第二题跟第一题有一点点的关系。好的。大肚子啊！他刚肚子不是前面大腹部肚屎，它是一个状态。主食是肚子啊，大肚子。我猜这是怀孕，怀孕有可能。怀孕啊。是这样很方便，你们都看不懂，我给你抽我一下真的不。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知道他写什么，大腹便便。大腹便便，你怎么会这么难的字啊？可是只能写一个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只能选一个。对，只能选一个。我这可能是火大，会把都会啦，火大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提示物品。啊，铲子，没有。我们想一下谐音。铲子，铲子，铲子。那你答对了。生小孩，那怀孕是对的啊。那你答对，我要改答案。大腹便便，大腹便便就怀孕，就是怀孕的意思。中了。胎肚四。胎肚四。那我们进行第3题喽。好，淹屎。天啊，就是淹的那个灰啊。这几题看下来，我已经没有胃口了。对，好多屎，各种屎。因为像台语叫白塞啊，想说啊，留下来的。对，留下来的东西可能是对。我们确实在这个环节是有人答对的，那我们一样看一下我们的提示物啦。提示应该会很简单粗暴吧？就是烟斗。对啊，就是烟灰啊。烟灰，因为这个就不会有烟蒂出现了啊。对，改答案。那我就这样子喽。照抄对。所以全部答对啦。耶，是烟灰。没错，就是香烟燃烧过后所留下的灰烬。盐四。盐四。前3题可能比较好猜测一点。接下来难了吗？我们的魔王来了。哇塞，什么？星仔蟹屎。周星驰落赛。星爷落赛。你满是你也太流星。台语的流行老赛期，所以我上可以也台语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个？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。长颈鹿你会吗？麒麟咯。天哪！这是熊 keep 的好不好？我们一样先看一下提示物好不好？真的是，这不拿起来没有人办是什么？他真的贴了一个。马上改流星雨，马上改流星雨。陪你去。没错，我们这题的答案流星。哎，你们2个很厉害，这样才能。它是指一个星星，就是划过的那个画面，因为它会有尾巴嘛，所以它其实是指夜晚快速飞越天空的灰亮星体，比如说是流星啊、彗星，还有陨石这一种都可以算。就是星仔蟹屎的感觉。神内虾四。神内虾四。那我们进入最后一题。好。370好像骂人哦。370老狗屎，老狗屎，不知道老不休。这好像在骂什么国中主任的时候会这样骂他。
来，我们来看我们的提示物，哎，那就是老古板啊，形容一个物品就是怎么样，觉得这个东西怎很老么样？旧，老旧，过世啊，过时。成就城府。 Yes 啊，过时啊，过时。对啊，过世啊。错，那3位这题都答对啊，就是过时没有价值的事情。3000年嘅老舊事3000年嘅老舊事。行業班上上，朋友來到我嘅巴比巴士啊，譬如 coffee、有 tea 係有咪，講你講行業。奇怪，現場係咪有人諗到事啊？哦，有個出面呢，真見當初，根本嘢我搞大家行業嘅一隻事，就係事。你看，我基本做嘅拳。 係咪有死嘅什麼？唔過嚇，佢做起來，咩動獎啊？死係乜嘅咧？我來教你睇就係看我嘅書名嘅地方，也係肚死反揚到肚子。唔過嚇，同嘅死冇關係哦，肚死係呀，肚死。你看，我肚死。 一個月太，我都態度是強樣哦，地度唔係事哦，係有生命嘅啦。態度是行業嘅事，一隻事哦，咩做得形容講嘅東西動四隻，四石頭行業講殺事，咩有後生人談嘅嚴事。 冇錯，鹽絲唔講嗬，鹽絲係嘅薄嘅小體嘅塊啊，嘅灰色咧，按到鹽絲唔講嗬，薄體咧做唔得你亂彈哦，安尼冇好看，咩都冇水準。鹽絲，殺下來，看人嘅表情，真嘅攏死冇強樣哦。 有看到電視劇底度有講嘅浪漫100分嘅反映到流星，唔過客家人呢直接講，寫呢相似，唔過人嘅聲音啊溫柔啲，安尼就冇想到嘅詩嘅意思啦，寫呢相似。 做人哦，要有始有終。呀，我想到一句老古人言哦，講嘅係3000年嘅老舊事。係講乜嘅呢？過去冇家出嘅事情，冇則講咧，已經過去嘅。從隔壁嘅村陳伯3日2頭打電話來本嗌，見講3000年嘅老舊事，我聽到做乜配咧？哎呦爹呵！ 3000年嘅老舊事，下課。我们女生小腹千万不能大哦，因为这样子呢会被大家认为就是态度是，所以会被让座，当下就会很尴尬。妈，我跟你讲过了，庙公说是要拿香灰，不能拿盐渍泡在水里给我喝啦。妈妈也太缺德了吧！还要去捡人家烟灰缸里面的这样子。有够胎哥。庙公说的，庙公说的。